在地人在地情，分林土库的青年农民林家良，利用太阳能裂痕机来赶鸟仔。厝鸟仔听到人的声，真正唔敢挖进这个稻仔。讲赶鸟仔效果比稻草人袂较歹哦。 田中采真热机粉红色连灰型的连粉机，这是云林县土库镇的青农林家良菜。因为朋友送伊连粉机，伊就是讲用来赶赤鸟看卖，想要到效果阁袂歹。我用落去，这个效果拢最好的，就是讲鸟仔听到声音，伊会拢会飞走，伊敢来巷内底食。 这个连粉机会当用声音来互这赤鸟当作讲有人都唔敢来，而且佫是用太阳能的，实用佫环保。进前农民啊，拢会用传统的，像讲放炮啊啦，啊无就是用鼓啦，啊无就是用稻草人这物件。啊了，我就发现讲用这是上省的、上环保的。 希望讲连粉机会当度化这赤鸟啊，互辛苦种做农友有好的收成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